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这位这个陈水扁秘书长来咱这个讲座来分享吼。其实秘书长甲我虽然可能咱算第一摆见面对吧吼，应该是啊，我印象中。毋过吼，其实我足早一直会听你的名，听你的名拢是对阮小弟遐听到吼。阮小弟。我应该无做咩歹代志。无，拢好代志。嘿，就是阮小弟可能甲你熟悉足久，但是恁有啥物交流我嘛无清楚啦。不过我定对伊遐知影你是个，就是陈宏伟、陈公伟。哦。嘿，对，阮小弟，所以是对阮小弟遐先知影你的主事吼。然后当然，即个协会嘛存在足久。我想我甲秘书长有一个共同点啦，就是咱拢伫咱家己即个团体吼，20几档啊，对无吼？你嘛是20几档，我嘛是20几档，拢是算做讲为咱要拍拼路票吼，已经算投入足久的安尼一个社运当中遮吼，所以就是今日嘛真欢喜讲透过，其实是透过遗传对无吼？其实应该是直接甲你联络嘛是会使，但是我想讲歹势啦，算做讲。间接安尼熟悉，毋是讲直接熟悉，所以我是拜托医生邀请啦吼。希望以后会当有机会，就是讲咱因为环保的议题、甲台湾议题、甲其他社会议题，其实有啥有一寡共同点，就是咱拢是爱去做寡观念、理念吼、知识这方面的这种体罚也好，还是业绩也好吼，的这种工课。互更较侪人会当了解讲，咱啥要催杀即个议题，吼，再来就是讲，啥需要安怎做，咱定定就是一直咧，用各种方式互人了解，所以其实应该是等下要分享物件。虽然讲环境系统即个议题可能是相对较新的，也是讲较少人咧做，毋过，其实有一寡基本精神，其实台湾甲环保是足共的安尼啦吼，所以今日真欢喜就是。会当借这个机会，互阮台湾团体朋友吼，会当较了解环境信号这个议题安尼。希望以后，其实毋是以后，咱其实就合作啦吼，就是迄个环境组织协会迄个前一阵吼，迄叫啥？台特歹势，毋是迄个 Facebook 顶面，咱有做伙做淡薄仔即个选用海洋的即种。环境保护的议题，但是就是用华文、台文，用图片吼，安尼对照，要互人了解吼。这是袂歹的一个合作啦，就是讲是环境议题，毋过嘛是有用台文的形式吼。两个结合，希望会当互更较侪无了解这个议题的人吼，透过安尼方式，虽然图卡尔吼，毋过就是。可能引起一寡人的趣味，听讲伫 Facebook 的敢若即个传播的即种状况袂歹款吼，所以以后会当继续看，搁甲台湾甲环境环保议题安怎来做伙来饲杀安尼吼。好，安尼我就莫搁废话啊吼。这题目吼无好讲，如果拄着讲我投入即个环保团体吼，算起来为大学的时阵，我读。台动物系毕业啦，伊当初我少年的时阵厝就搁爱干豆嘛，关渡自然公园，伊当初鸟仔花拢有咧做即个戏法，算讲咱台湾即个好名水鸟会安尼过境，所以为当时开始淡薄接触，到差不多要1997年左右较算讲有开较侪时间投入即个环保团体，即马大家敢毋捌听过嘛？收起来叫生态保育联盟。嘛无2、3天，落尾辞掉即个研究院的即个助理的工课再投入即个环境资讯协会。我嘛算当初的创办人之一啦。而且讲，阮是迄当阵拢足少的啦。迄当阵就是在拢感觉足头壳痛的讲台湾的发展。为咱差不多1993、95迄当时咱咧讲开始有钱台湾是因骹落的即个年代开始咧反转。反转归反转政府的开发即个工业区啦，山顶嘛
嘛咧开发，啊山骹嘛咧开发，海边啊嘛咧开发。啊，咱即个关心环境的人吼，有当时啊，就感觉讲，毋知是家己带屎吼，还是足衰吼。啊，我咧研究院咧做研究助理啊，我的头家吼指导教授是做海洋，所以我做海洋。啊，毋过咱台湾咱知影咱古早有海禁，哪有啥物海洋装痟的？啊，你连要行到海边啊，拢足困难。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吼，因祸得福是讲吼，啊你海岸吼颠倒较无咧破坏。啊，毋过当下讲啊，这个警总啦，有啥物戒严，啥物吼啊，要求哦，这个商业啦、工业啦咧开发啦咧定量叫咱维护的。哦，啊，我讲是咱带赛，就讲啊，真卡甲阮的教授研究研究员研究员咧教授去甲，比如讲像新竹遐调查，啊后头手啊啥物啊，后个月听讲要开发一个啥物工业区啦，啊渭南甲北啊渭海甲山拢拄着这个情形，所以就讲咱若莫出去做研究，敢会无代志。啊，事实毋是安尼啦，我讲足痛苦的。啊，政府咧开发，财团咧开发，咱小小的个人虽然讲啊好听叫本国团体嘛是小猫两三只啦，我们可以做什么？想康，说好啦，无咱来试看卖来做环保钉子户环保钉子户一定无人要采，看到国外有叫做环境信托英国有当时较主要用另外一个名叫做国民信托 （National Trust Fund）。英国的这个国民信托基金会，然后机会出国去英国去佚佗的人，渐渐拢会熟悉着。因咧从啥物？就是顶头看会到即个故居这个文史，对运河堡垒，拢会使保护起来。咱咧台湾过去拢是五毛政府做，你袂使开发，袂使搞你叫什么划保护区，讲来讲去就叫政府划保护区无叫伊划国家公园，无其他的方法对，因为这是安怎无其他方法，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对，你叫伊莫开发。搁换一个馆长嘛开发去你若叫伊卫生保护区、卫生国家公园，后头手的人要开发就较困难。所以环保团队这20年、30年来，大部分拢咧看讲，你甲我卫保护区。即马的人对家己的权益较注重，底线较发达，网络要查资料足紧。所以大部分的人嘛开始讲你要甲我画保护区，我嘛画。你画落去，我这个土地要贷款，要起厝，要从啥物拢受限制。话是恁环保团队咧讲，你来看鸟看阮土地顶头的鸟你也无咧甲我纳租金对，我袂使开发，好像也讲不过去。故事足多讲袂了，你是讲。好，咱若有这个材料、这个机会来试看嘛就想办法来高正人管出来，高正人熟做出来，也是咱比如讲大家集资嘛，即马较流行，以前咱想象集资这个地就买起来，讲归讲，咱嘛知影足困难，土地遐尼贵。对嘛，咱的传统的观念叫做有土斯有财。咱时代人的观念就是讲，这家产不管安怎放互家己子孙，这是较直接的想法。其实咱嘛发觉讲，应该毋是干那安尼尔
像咱讲，咱的文化是足，这边讲叫做足有即个公益性。像咱讲吼，你看咧起庙啦，吼，啊要起寺院啦，要小桥要铺路啦，一寡公共设施要起学校，其实足侪人就愿意甲土地管要管钱囝工作做。只是因为讲，咱拄则咧讲吼，环境的问题吼。无咧即内底，20-30年前哪有啥物环境问题？无啦。所以咱的观念也无讲改变啊，讲咱嘛会使甲一寡资产吼，寄付，放互一寡野生动物吼，有一个厝通好住。毋是讲去学校、去寺院、去庙，吼，逐个甲尔。咧服务尔，所以伊咧想讲即个观念吼，敢有机会吼，慢慢甲发展出来。因为咱国外已经发展100多年，着英国吼，即个着英国吼，因即个英国国民信托吼，足侪案例，比如这彼得兔吼，迄绘本啊、电影拢有翕。啊，因为伊少年，唔讲少年啦，伊就较。总之，伊少年吼，就是咧花园咧佚佗，我来幻想吼，啊，如果来伊写故事书、写绘本吼，啊，咧迄个年代煞趁着钱，趁着钱就甲这吼规个吼湖区啦，吼，你看这个，规个湖区吼，英国吼，那个买起来，啊买起来吼，伊要学生的时阵吼。啊，甲寄付哦，即个英国国民信托基金，啊，规项保存。哦，所以咱即摆咧看着讲，伊在世的时阵，伊住在什么所在，伊的生活是什么的状况，啊，一寡文物纪念回忆去互保存起来。啊，保存起来就是连带即规个环境保存起来。啊，这个是咱咧讲的讲。啊，人国外，你看这1943年，人就有即个观念咧做。啊，台湾敢真正做袂着，我感觉无可能，无可能。啊，所以，阮就一直咧想讲，有啥物机会？啊，当然，咱搁咧看英国，不止英国国民信托基金啦，有即个啥物 Waterfall，Waterland Trust。这私立信托啦，伊足侪，保护这规个湿地啊、池塘啊，咱咧讲桃园迄个皮塘，会使信托出来，会使管出来，足侪啦，咱咧看这英国，你看迄拢遮水，迄拢遮水，这拢私人管出来。毋是像咱咧政府吼，按去征收即个干豆即个自然公园开毋知几百亿去啦，开甲迄地主拢来甲阮以前我大学的教授说道食，这足笑亏啦，迄钱开落去，迄钱是比迄当阵的土地市价来加5倍啊10倍。拢变成桥啊！好歹不论啊，你讲这罪过保护起来，以久长来讲是好代志。所以你讲，咱这私人会使管出来。台湾阮咧20年前，虽然讲有一寡想法，嘛，无熟啦，有当时啊，同事去到英国，去到倒位去取经去看啥物你做会啦，你是安做啦？去看看遮尔水咱足平衡的咱的办公室敢有在生安尼？即摆也无。你看这相片，咱应该影过好。英国国民信托基金嘛。当初当然咱咧看因的发展嘛，足趣味的世界各国的发展，你这信托的发展，我感觉拢足趣味，拢有小看、小想、小想。咱讲小想，以英国来讲，你看伊即个
1895年成立的时阵吼，迄当中就是工业革命。咱知影即个工业革命对即个英国、对即寡欧洲各国的影响，就是讲，以前因是即个贵族吼，因为英国有女王嘛，有贵族嘛，因有即个城堡、有即个庄园、有即个土地，讲较好听，叫做有钱人啦。即个工业革命以后，你讲你开工厂的，就趁着钱啦。因就看袂起即寡起工厂。血统不纯正这个社会剧烈改变的时阵谁咧讲话？你有看嘛？谁咧讲？贵族咧讲话，还是这个工人头咧讲？有钱人咧讲话。是，有钱咧讲话，钱咧送伫手头谁讲话？所以你看这三个这爵士因贵族，有钱无钱我唔知啊。伊家因家己的城堡啦，即个资产刚刚搁安尼落去，会败掉去啦。伊咧要维持一个城堡，开玩笑，你咧请即个佣人、工人，迄钱足上重的。所以英国咧，当阵嘛，足侪，我有钱咧讲话，你无钱无钱，你查某囝嫁互我嘛，厝我唔买。买来以后，我个歹去，我咧维持这个城堡状态，当然是不调去，搁顶起大。愈市区诶愈安尼发展嘛，敢若迄种大学市咧发展，叫都更尔。对，都更嘛，一寡文化资产都更去，英国嘛共款。因即款。你袂使讲贵族较有文化，嘛会使讲我即摆有资产。咱以前咧讲莫败家莫甲即个阿公阿嬷留下的即个田产尤其是即个做事人农夫种植的无咧卖田的，迄种放互家己的子孙嘛，无咧卖，感觉卖去是足见效，这共款的心态。讲我这是继承我啲阿公阿嬷几代的，即个阁有族谱，这城堡，我都维持的时阵要安怎？搁叫拍面嘛，搁规日关起来。所以因有足侪你会使讲原因足侪。但是上重要是讲透过即个制度去补充。这个环境信托就是讲，伊甲关乎这个组织，毋是讲政府交互这个组织去维护嘛，伊要收门票收门票，伊要去叫人来缴，我这个城堡我一档一年5000万，对，咱会去寄付一个。学会一个基金会啦，袂去寄付互一个贵族嘛。咁我读个歹去，我寄付互你私人要创啥？对，所以伊甲即个私产变公产，但是更毋是关政府交咱即个叫做会信任的即个对象来管理，这就叫做信托。这其实咧，咱的生活内底常有啦，只是无甲伊甲法律咧参与。对，比如讲咱今仔日基金会董事长借即个空间，这嘛是一个口头契约嘛，是讲我讲寄付2000块这个场地使用费，这隐形的契约嘛，伊这空间就毋是咱基金会的，对，其实嘛毋是这叫二房东，这另外一个对，所以咱存在这个足多这个叫做契约的关系。毋是讲我今日徛喺这土地就是我的，所以信托嘛有即个特殊的特点。我信托互你的时阵是交互你管理，毋是你的哦。什么叫做你的？咱举一个较极端的讲，什么叫你的？你若破产的时阵，银行会使甲你查扣，叫做你的。
理解。啊，阮阿尾仔查某啊，即个厝内咧名下，我歹势吼，我这是一个独立的公益信托，这毋是我的，我只是管理者，我只是管理者。哦，所以咱想讲，后要照即个方式吼，来台湾吼来杀，咱看中国，因100万年来超过20万公顷。哦，因这个基金吼，基金会是英国吼第2大的地主啦。伊名下的资产下骹的土地的这个面积吼，是英国第2大，第1大是英国的会员。你看咱有340万的会员，那么台北市有偌济啦？哦，340万的，啊。人会使做甲安尼，咱就是讲，咱台湾这，咱来看讲啊日本，我多落来拢知。同款，日本的信托的发展这嘛是第1个啦。第1个是因要甲一个佛像要用开发啦，要拆掉。嘛是这个文史运动性，袂使，集资就来买起来。这个案例是因为甲环境较有关系。这个宫崎骏咧画这个卡通的时阵，是咧这个埼玉县附近咧东京附近咧取景，伊这拢是取景出来，毋是咱凭空想象。咱就知影讲，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嘛。对嘛？你首都发展到一个时阵，就开始讲较好听叫做卫星都市。对，唔敢咱台北市了底嘛同款啊，一开头为台北车头一路摊，咱较老台北人就知影，信义区咧我小学的时阵叫荒郊野外啊，对。你叫荒郊野外，即嘛是贵山嘛，咧叫豪宅啊。对，这个内湖是因为这个基隆河截弯取直嘛，无以前个咱妈土迄个所在根本就无人要去，迄交通较无方便的所在，你一直看，对嘛？看到落尾啊，这个建商开始这周边较俗，因为这个铁路会到，会方便，就要开始开发。因家己感觉讲安尼袂使。有人就去甲即个宫崎骏去甲高级，你画即个卡通遮有名会使斗阵来保护即个所在，再成为即个，成为即个基金会。毋过因为日本讲实在话，因无行咱真正的信托，因为因咧银行迄个信托业者的势力就庞大了。所以因是用集资购买这个观念去把这土地买起来，毋过资产是直接放在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名下。当然有一寡风险咱就跳过去。你看，这应该是阮1996嘛，即摆已经2020年，其实因的买的土地已经40几地。这张是较早的图。我嘛去日本也去行过几人届，逐摆去拢有新的。因就是有机会，遐附近有人土地要卖，因就捡甲买。因这个方式一直买。因为多路这个放假卡通啊，囡仔拢咧看。甲即摆也咧看到啥物？看到学生囡仔以为日本真正有龙猫，迄个敢若咱咧讲小孩子，咱咧讲有圣诞老，主持人那个，毋免骗人看卡通看以为讲即个日本森林内底有这个龙
哦，足趣味的，啊，所以呢，日本嘛，有写论文咧讨论这个，叫做叫做什么？创造神话。啊，因为这个部分，咱看这只龙猫，你若注意看，这色水无同。龙猫是这个较草色的，啊，是安那无法度啊，这个宫崎骏虽然讲是这个看遮这个导演啊，不过人这有著作权，你嘛袂使家己用。啊，所以就甲这个龙猫这个电影这个办法甲伊讨论吼，啊协商啊。因为真正相像，啊，毋过色水无共款，或者其他的需要。哦，啊，所以咱你看学生囡仔吼，因敢若这个铺满有无？迄个蔡英文这个小猪，铺满哦，啊送啊学校去哦，啊学生囡仔就零钱呢，落吼，降40%。敢若学生囡仔吼会缴零钱降40%。啊，当然咱毋讲要骗囡仔囝，不要有来讲，因为即个音乐，即摆学生囡仔细汉参与着即个环境保护即个运动。咱反倒来讲啊，讲为半部英国、日本、咱台湾，台湾到即摆大家搁看起来、听起来足陌生，这是足自然。因为咱的即个经济的发展你看咱2000年开始发嘛，差不多嘛咧转型。只是讲啊，咱较缓慢动作无人较紧。毋过内面会介绍着一寡案例，咱再来看，比如讲咱学会2000年就成立，做两件代志。一件是发电子报，环境资讯的电子报，寄 email 寄到你的即个账号疲劳轰炸，甲你讲啊，即摆发生啥物代志？即个世界发生啥物代志？咱环境发生啥物代志？咱会使安怎趋吉避凶？是咱会使安怎行动？无咱敢若看报纸拄则咱讲的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地球公民运动，因一直咧建即个花莲的即个矿场。大概有印象。种不啦当啦，其实阮咧因较早嘛咧种，即摆因较有来到去分工。因为种不啦当3年前我甲因咧开讲因讲咱哪讲哪哭，你知影？你甘可能哪讲哪哭？伊讲伊透4人咧环保团体内底安尼奋斗，第一届拄着。2个月内底开3届、4届记者会佮挂表演佮挂表演的毋是干那像我安尼等下练无人要插你，有时行动剧啦迄个大龙炮去，即个远东集团去甲牵去甲变安尼做甲安尼敢若足有声势安尼竟然咱的报纸连看拢无去看。无啊，看无要紧拢看啥物？看这个咱这个花莲的这个亚泥啊，是环保的模范生啊，全部洗掉，还倒打一打，这全部拢业配。连网络拢只有查，自由书无自由嘛无咧报。阮甲记者咧开讲，伊嘛足无奈的写去边头边一来抽掉。这就是商业的这个力量。所以阮是认为讲，咱还有一个，咱这行长都咧讲，因直陈光文，伊当阵足有名是南方电子报，阮当阵嘛无伊，其实伊当阵拢是识，甲崔妈妈基金会，崔妈妈嘛一个电子报，阮发环境资讯电子报，伊发崔妈妈电子报，南方电子报，阮三个合作过。希望咱台湾人有机会而且咱是足毋问讲咱莫重蹈覆辙，
什么叫做重蹈覆辙？国外发生的环境的问题，过2、3冬咱重蹈覆辙，都不是傻逼。只是讲，较袂讲足沮丧。因为环境的问题，拄仔讲，咧咱的这个历史咧咱的文化，因为既然叫做问题，就代表讲以前无发生的这个问题，唔知要安怎。所以你进前3冬5冬讲，这个风力发电的噪音甲这个鸟仔飞过去碰死去弄死这问题要注意。咱2000年、2001年，阮的这个电子部的这个新闻翻译报道拢写，写无效你当台湾嘛无啥物风力发电，你搁讲风力发电的问题，拄仔拢免做。所以足侪议题讲袂煞，咱台湾差不多落后，咱这个先进国家差不多3冬。这以后有机会咱再来开讲，再来讲。咱以前拄仔咱讲的讲，就是一工到有车拼去弄去抗议去坐有啥物机会反转？因为咱嘛毋是讲，规工较无聊，去进入车拼，车拼无薪水头领对。重点是啥物？定定拢无效定定拢无效。有啥物方法？咱有啥物方法会使做在前面？我都预防重于治疗，莫等要开发。莫等这环境的问题发生咱再来救火、救火、救灾。所以这个环境资讯想要走的途径，环境性多想要走的途径。咱莫等这个开发案出来时阵，再来动较甜。咱若看到这个所在这么水，咱有这个机会，至少咱有想法，心甲保护起来。莫等要开发再来，会使安怎做？阮一直咧想，一直咧想。咱来看一个影片，差不多3分钟。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不会因为人或组织的解散而消
体。算讲，甲大家分享啦吼，咧台湾其实嘛已经有一寡案例咧出现啦。啊，其中一个案例就是阮咧手头吼，管理一个案例。稍等，这双荧幕。其实咧，2011年的时阵吼，阁有即个事件，大家就印象可会记。咧即个反对即个国光酒馆，吼，甲一个台塑的炼钢厂，要等于即个彰化吼，中华的即个大城师弟啊，要起一个工业区。所有的环保团体，其实累积累积已经7、8档啊咧反对，搁尾阮学会跳入去斗骹手，提出即个信托出来，因为阮发觉讲政府算算要甲即个海岸即个海埔地卖互财团去开发，1平方公尺，1平方公尺差不多100块左右啦，还是差不多8到10%左右。既然你政府要卖等规矩出价来买嘛。咱就看一个，你要卖100，我买119，谐音119，跳入去整。有差不多6万几人回应。虽然讲到尾政府足袂见效的啦，伊就不爱卖，讲与法不合，迄故事个一堆啦，所以也袂成功，也个一直放在是盘头，6万几人，咱无收钱啦，是讲认股意愿啦，无迄钱收落去，嘛不得了，过来要，重点是啥？重点是讲透过这个运动无一个政府敢接受这个人啦，要看党派啦。迄毋是你讲国民党讲你着民进党，你即摆侧翼嘛，民进党你即摆下毋是规个社会动起来，6万几人认可，无一个政府敢去愿意去直接去甲伊冲突。因为6万几个人，佮沉下去一个家庭，6万几个家庭，开玩笑一个家庭4个人就24万人，朋友算算有多变过，阮甲动起来，这一寡画面，大家看一下，有印象就回忆，无印象咱看过去，咧中华海岸，咱想要动，当然咱毋是要动。咱上对是要保护这个土地，因为这个土地是台湾剩无几块较完整的这个海埔地，是这个好命每当各6万只各60万只来，等你食爱休困，爱食物件，补充体力啦，补充体力才有这个体力，搁下一站要飞去这个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是要往北飞转去这个日本、韩国转去。咱只要飞条去，即摆海鸟可能要死一半。搁上头仔听是啥？咱爱知影即2个工厂咱拄仔讲的国光酒馆，甲即个台塑的这个炼钢厂。这个高污染产业迄2间若好开发落去
因家己的即个开发环评报告书吼的资料咧看吼，每一档吼排出的二氧化碳的量吼，占台湾的10%啦。啊，咱讲咱咧用 LED 灯啦，啊，冷气温度卖开较悬咧，节能省电咧减碳吼。啊，连中秋节烤肉嘛，有人咧烦恼讲啊烧炭，啊，这两点开落去10%啦，全台湾的10%。所以我常常咧笑，我讲叫台塑票几时讲咱台湾人烤肉庆祝3天各有春啦。排碳无法做，啊，所以这整个事情，它是一个高污染产业，破坏这个环境，啊，这个炼钢、空污、石油、空污，更较头仔听是讲咱中华吼，遐附近是台湾牛奶吼、乳牛产制品的重镇，鸡卵，哦。这个农特产品最重要的所在，啊，你流量落去，咱以后要食啥？哦，啊，当然咱如讲啊，好像这个开落去咱就温死，反倒当然是讲，咱有要甲保护起来，至少，哦，至少咱甲保护起来，互咱的子孙，这个社会较进步。20年后、30年后，有较聪明、较巧的方式去利用这个土地，毋是讲头壳想的讲我开石化厂啦，开炼钢厂，迄50年前、100年前咧做的代志啊。台湾敢欠这，应该毋是安尼。哦，咱加到2011年啊，这个年代啊，咱有。较聪明利用的方式哦，咱会使把这机会留互咱较少年辈的哦。咱足侪想法夹在这内底，所以规个社会顶头，你看你遮尔水，看起敢若无啥物，对我来可能无啥物，所以要开发掉。其实毋是，这个海岸吼是咱海洋生物吼足重要。那个叫做育幼，你知道？我的鱼卵，你要放在倒位，鱼卵放鱼啊，孵出来，细只鱼仔，骨仔鱼要倒位收，要倒位食。讲咱这种沙滩、这种海岸、这个湿地，咱较少年辈有读做生态课本生物课本拢讲啊足清楚。你只开发掉以后，看起来这个土地利用去，你甲这款生物的。子孙繁衍的所在嘛，不一定啊，若无鱼啊，嘛无啥物海洋生物，哦，鸟啊，哦，啊这北海猪，哦，北海豚，哦，啊去落工程这个6000嘛，那去落以后厉害，哦，啊咱去动，哦，你遮尔水的所在。好有保护起来，这就动起来，啊，伊还袂甲买起来，我应该咧想办法，咱拄则看到这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哦，成功的案例咧，这新店自然股，2011年，2014年，2014年，刷来阮协会抽头，伊无厉害啊。荒野保护协会无厉害。荒野保护协会抑搁伫个，还袂倒。啊，这讲起来，淡薄仔故事啦。简单讲就是荒野保护协会咧，迄当阵甲即个管出来即个地主有一寡想法较无相像。因为这第一个案例啦，我当初就会拢。在这个录影歹势讲，阮家己有开淡薄仔时间想说因会使继续上好啦。老板实在是无法度，看就要散去啦。散去
反倒转来讲，咱环境资讯协会吼，谈环境信托，讲啊喙烂全部遮好听吼，啊，若第一个案例就失败去吼，啊，以后要咱人介绍着，讲台湾有无？有，啊失败去啊，啊拄啊讲袂落去，所以吼，阮硬桥吼去接落来，哦，接一块土地，毋是一块土地啊，敢你讲即间厝。你要食，莫讲付厝税啊！你敢若扫涂骹啦、整理厝吼，拢爱钱。哦，所以咱咧讲啊，喙烂全部就好听吼，其实是足大个成本，迄毋是一个土地。哦，咱希望讲爱管理。哦，当然咱袂去甲开发成啥物生态工厂啊，哦。大规模去甲开发，咱尽量维持伊较自然的即个状况。哦，咱想要接手即个自然库嘛，是因为讲，伊个较低海拔嘛，低海拔是讲咱大个所在拢咧较山骹嘛，啊，即嘛叫做名山嘛。啊，山骹以前人拢较勤奋了，厝边有空地就咧种菜啊。啊，后壁有山坡地就去种水果啦、种金蕉啦，啥物啊，若较骨力咧，就开田去开发起来嘛。哦，啊，啥物好产就种啥物嘛。啊，今年即个蜂蜜、柠檬大趁钱，你就看人错了，该种柠檬。以前个人拢足骨力的啦。哦，啊，所以咱的低海拔拢毁掉，理解无？哦，咱的勤奋就等于开发利用。哦，啊，开发利用你农药搁喷落去就表示再见。啊，即马时代咧改变。哦，以前啊，你讲猛种，啊有趁钱无趁钱，反正就种。哦，过生活。啊，即马少年人讲实在话，愿意转去种作的人较少。啊！你讲时大人静静啊，种啊无几力的时阵嘛放落去。哦啊，所以咱的大自然的恢复吼，讲起来嘛足心酸的，啊就人口老化。哦啊，这个叫做经营管理、开发、耕种，较无像20-30当经营那么全面啊发展。对，以前个人种啊无路，就甲你种槟榔嘛，毋免喷药啊，罔收个老人工嘛。对，我即马有个连槟榔嘛，无咧种啊放落去啊。哦，所以咱咧谈即个环境信托，还是讲即个环境保护吼，全世界拢看到差不多的景象。哦，你看像即个日本，哦，毋是咧讲，莫讲即疫情。5年前、10年前，恁若有印象吼？看新闻来报告讲，有一寡款吼老化吼，啊无啥物人啊，连迄啥物鹿啊嘛咧，即个城镇扫来扫去有无？哦啊，咩狐狸啊，啥物咧扫来扫去，英国、德国足侪啦，拢出现即种情形，因为咱少年人，咱的生活。要较舒适，医疗要较舒适，交通要较方便，啊要啉咖啡，哦，啊要做文青，哦，还是要读书，集中去都市的嘛。哦，啊，这个较咱咧讲偏乡，哦，还是古早咧讲庄脚，人口就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这个人口劳动的竞争人愈来愈少。啊，台湾甲美国佫无相像，美国因为加去。用迄个无人机咧喷药啊，咧种做这工业化的农业啦，工业化的农业，啊，咱是较小规模咧种，较无用较低，啊，咱的地形嘛较崎岖啦。哦，啊，这拢造成咱台湾一寡较特殊、较有趣的状况。哦，所以咱咧保护环境，但是嘛，感觉顺应这个时代咧行，即马机会甲会做的代志，反倒就愈来愈多。哦，咱咪嘛会讲着一寡处理的代志。哦，咱这第一个，哦，看会以前15年前嘛是开发种过的，哦，啊种地，啥物拢咧种。哦，啊这地主甲买起来，伊就开始处理嘛。
义工荒野，荒野是足有来的即个社团保育团体，因为会员足侪，志工足侪，大家斗相共。第一年先做这个刷来，因为咱台湾是即个亚热带偏热带即个气候，所以咱的即个循环足紧。迄个动物要生，草啊要生，足紧的。咱只要予伊一段时间，伊就开始生，开始倒来，环境的即个恢复能力足紧。讲紧嘛是爱5冬10冬啦。你讲，咱叫一个少年人，你讲，10冬以后这会变树林，我着10冬毋知有几日食无，知对。莫讲少年人，连我嘛毋知。所以环境保护是一个爱时间，爱有耐心。咱看别人的故事，对，咱看日本的即个塑造啦，啥物故事，拢听啊甲哇，好羡慕吼。歹势啊，人个一个塑造要搬到你台湾来，甲你广告，迄拢超过20冬、30冬，你搬烂出来。环境保护嘛同，反正甲英国国民信托基金的即个老先甲上资深的即个算退休的即个，即摆叫做顾问因即个跟请教，你这信托阮咧台湾足歹杀的你有啥物方式你谈下一个信托地这个谈，差不多要开偌久的时间。咱拢足急的啊，讲紧啊！你土地紧管出来，还是要管的人嘛足紧的。讲我著要死啊！紧啊！你紧接大家拢足紧的，咱台湾的速度拢足紧啦。因咧英国伊讲，毋知呢，阮这每一个案拢差不多7、8冬、10冬。因条文一条一条咧写。对，阮即个土地除了基本的资料，咱拄则看契约要安怎拍。对，我要交互你归土地管理变一个公产的时阵，我当然无希望你甲卖掉去趁钱。对，你会使安怎使用？你莫甲我开发，也是要安怎？迄条文人写甲足油的。咱台湾是较简单，这为第一个信托啦，企业咱嘛毋知怎写，就敢若宗旨啦、目的啦，目标第一个是讲要低海拔生理节重要案例嘛，要把它保护起来，生物多样性嘛，生物要有贵性。咱希望讲这社区嘛，莫讲即个地嘛，社区的即款人会使参与无？因的土地有法度割起来，扩大即个保护面积嘛。莫讲咱的穿山甲走到隔壁去，叫狗咬死嘛，会使大家一起来无？甲社区合作。咱都希望讲愈侪人熟悉即个所在，知影讲会使用即个方法，环境教育，大家斗阵来，就是即个信托契约，即个契约主要的3项目标啦。咱讲的拢足简单的啦。你若讲真正讲什么叫做环境学习中心？你来条文一条一条写来写袂了。咱是讲契约包含讲什么款的状况？这契约失效期。失效期的时阵，即个山即个资产要安怎处理？以咱即马咧讲的即个公益信托、环境信托来讲，敢若2条路啦。上重要的爱记的讲，任何的即个信托的资产袂使放喺私人的落地内底。因为叫做公产，咱如果讲。寄出来，你是管出来，即信托出来，即公益的物件。这第一点的观念，大家爱有。所以就2条路，然后这条路拄仔看
荒野保护协会伊无爱食的时阵，有另外的公益团体、环保团体要食无？哦，啊，第二条路就是拢无人要食要安怎？充公嘛，变即个国有的资产。哦，大家咧想这，你只要想讲，那你嘛，即个私校哦，学校、大学拢是公益材料来的，啊，所以以前咱无爱退场，退场伊嘛会使甲资产管出去，也是充公嘛。啊，就我当初废校，我就啥物拢无。啊，不废校，我还可以兼做当做生。哦，啊，咱卖讲一般，你讲工业资产的重点来讲，不可以拿到私人口袋。咱现在要杀信托吼，讲起来，咱主要咧讲就讨论个问题，讲你嘛在管我啊，啊，佮甲你拍客哦，因为信托是假了，了假，因为假了当对，啊，我会死啊。对，我会死啊！你管我环境之义，是你今日看会起我，会信任我。对，啊，我往生的时阵，下头笑的人想法有共款无？无一定嘛。所以透过这客用，透过这信托法这个范围吼，这是咱凊彩写准拄煞，毋是讲民法，这个信托法，公益信托的专章咧规范这个代志。哦，有主管机关咧监督，哦，啊，所以透过这个做法，吼，会使让人较安心的哦。当咱往生百年的时阵，咱的下头手爱遵守这个客用，伊若要食爱遵守这个客用，啊，伊若无要食就充公，啊嘛，公益三种活动，哦，啊，所以。信托吼，足重要咧讲，哦，伊个精神咧讲，哦，啊无你讲官有政府嘛会使啊，啊，毋过咱看咱官有政府，政府嘛是，要卖嘛卖啊，要从行嘛从行，因为咱无甲会拍客用，哦，啊，这足侪案例的啦，哦，啊，咱咧这个所在，你看遮尔侪趣味的动物，迄一条山才1、2公顷尔。无甲一粒山啦，啊一个小山谷啊，山顶也看会到，穿山甲也看会到，啥物拢有啦。台湾的土地活力就遮充沛啦，哦，啥物拢有啦，啊个啥物昆虫啦，哦，花草啦，啥物拢有，巴色鸟。内底嘛会使休课。啊，咧有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吼，啊做一个环境教育，啊带人去顶头，透过吼，这个生态工作者是一种活动的方式，其实是志工啦，邀请志工，只是讲较有目标，较清楚，讲今仔日来哦，负一寡责啊，哦，因为这竹林吼是什么哩？边即个树啦，搁较旺盛，咱知影迄个竹啊，一工会使生30公分、40公分，嘛咧炭足紧的。你若无小可处理吼，炭拉边仔去，哦，迄森林拢会去破坏去，哦，就爱去哪处理。后来咱咧讲是讲，你个咧，莫看一条山咧，啥物拢咧发吼，连即个外来种也咧内底。尤其咱即个开发过，以前是即个街机、废弃的部位啥物，啊，咱爱适度爱淡薄仔去处理，互咱即个台湾的原生植物较有机会长大，较强壮，啊，即个外来种的较无法度去侵入，爱来做一寡代志。啊，咧附近哦，人甲过去啊交好问，啊交好问，毋是要爱种果子啦，啊，我们又不是农夫，我们又不是农业的协会，而且环境资讯协会，
咱谁啊要去食，就是讲，遐规面哦，咧桥面、新竹桥面拢咧种即个柑仔，海梨柑。哦，咱就知影讲啊，是大人啊，到即摆社会进步就是喷农药、喷杀草剂嘛。咱毋是讲卖喷，是讲吼，咱拢无照规矩喷。咱咧逐个听是讲无照规矩咧喷。啊，有诶嘛袂使怪啦，有诶是讲公布二三种，你风台要来，我著紧收啊，无要安怎？对，嘛，遮你好喷啊，爱经过3礼拜、4礼拜，你才会使采收啊。啊，风台来你无紧赶收抢收诶时阵，就什么都没有。啊，你抢收本来爱4礼拜，再来收变2礼拜，你有农药残留。所以农民吼，有足侪是无守规矩。啊嘛有足侪是国不离三种，啊所以咱咧认养即个果子园吼，是希望讲，咱有一寡较环境友善的方式吼，来照顾即个果子园吼，啊嘛使互隔壁的即个果子园的即个农夫看讲，安尼日子嘛会使过啦，啊你果子嘛好收啦，可能收无较济吼，啊讲嘛无较多啦。上重要是啥物？因为咱较无喷农药，阮家己是无喷农药，啊无喷杀草剂，啊一寡动物嘛会来。哦，因为咱的出发点是咧保护环境，哦，但是咱毋是讲足激进的，讲接啥物都拢喷掉。咱嘛希望会使敢若讲循序渐进，哦，还是讲透过啥物方式哦，其他的人、社区的人。感受讲，咱嘛会使思考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种植，来对待咱的土地。哦，因为40年前嘛无咧喷农药啊，对，日子嘛照过啊，咱的红地佫袂甲因过去啦，对，啊，像咱即嘛一定要喷农药，哦，足侪方式啦，哦，啊，做堆肥就是有机堆肥，嘛免着一定要用化肥。都拢阮咧做诶代志，啊，你看较侪啦，我哋工作人员，啊，足侪志工啦，咱嘛甲附近诶即个小学，有咧甲因合作，因为咱嘛希望讲，住在附近诶村民隔壁小学生，大家体会，环境教育要走咱人斗去咧，咱就近会使参与。咱即个地主之日叫做大爱啊，伊家己发展即个攀树的活动甲课程咱嘛甲伊合作，做一寡有诶无诶处理啦，即个竹丝管，因为咱环保团队嘛一直骂讲，逐个莫用塑胶袋啊，莫用塑胶吸管，莫用即个叫做免洗餐具嘛。咱有啥物方法去替代无？我嘛想空，足侪种。因为遐落，咱即个看到相片就对啊嘛，就近取材，因我接下来做树果、做地皮啊，做啥物？莫感觉讲这是无效呢。你正常好好使用一支叠的即个吸管用2-3冬袂蚀过啦。你个饮料最常的嗅的，菜互伫更好当，小可爱做这个工作，袂使互你输出，这个奶茶啉袂成空的明仔才来洗，20块。但是这个是生活习惯，生态导览在我们咧做，欢迎大家到底。阮拄则介绍这个案例其实最后一段是要甲咱大家分享讲，咱无天天食，咱搁足侪想法，想要做，咱希望是干一个自然果，上好是100个、1000个，咱拄则讲英国国卫生局基金。伊
因是第二大的这个英国的地主，因开超过100万年的时间才保护遐尔侪土地，占英国的土地2.7%，所以阮等于就希望咱想办法咧100年内底至少几年来保护咱台湾3%的土地，10.8千公顷，10.8千公顷，咱即马就开始较积极的，较主动的，开始咧想办法咧杀这个代志，其实咧即几年，咱啥啊有即个信心是因为嘛，这社会咧进步，足侪人开始咧思考讲，我毋是嘛甲我的资产、土地、迄粒山落行顺，开始会想讲，我互都搬淡薄仔出去，做即个公益事业。除了关乎政府、关乎即款社福团体，比如我半粒山啦，还是讲我即个树林，社福机构嘛外啊，对，你关乎人去起庙人嘛外啊，山边啥要去拜啊，对，你讲关乎你去学校买无人嘛外，个嫂子我就外省。去边咧山边的是啥要去看的边啦？所以环境保护这个观念，大家开始有愿意思考讲既然我这是一个树林，还是一个田，关乎咱这个做环保，自然保育、环境保护，所以咱看，进前阁有啦，我讲伊即几年。2016、17、18、19，你看安尼愈来愈多，数量愈来愈多。甲阮接触，甲阮找阮讨论，还是甲阮问讲会使安怎做。这个我甲打斜线加下底线就是，阮大概这2年会开较侪时间还没有谈成啊，所以不能够明讲。但在努力咧，应该说伊嘛就希望阮会使甲伊合作，如果谈成就会有多的公益性、多环境性、多的案例出来。当然，阁有新的继续咧找阮，重点毋是找阮，重点是咱家己拢会使做，咱基金会嘛会使做，那无一定干是讲一个树林。咱即几年、今年就有2个足趣味的案例，台南的汤德章故居，大家就要注意。你看迄2、3千万集资骗的3、4个月，竟然扣有啦，就买起。所以咱台湾的这个活力这个民间对咱家己土地的认同，对咱文化的支持是有。咱毋免讲一直来问讲政府你即个文物资产爱甲它保存，保存因法度保存了，你看我有咧画历史建筑，我有咧画古迹，无话准拄煞话落去，你连厝尾顶漏水你都毋知要安怎处理，都袂使互你看。所以咱会使家己来，其实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社会就是咱人民认为什么是重要？除了讲要求，还是游说，这个政府做计划，咱家己会使家己来。这无咱基金会想的，讲实在，我嘛会使讲政府你著爱教台语，你著爱让你去做啊。咱就是感觉无够，咱有另较重要的物件，咱家己来杀较有所以我讲。台湾的这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这个活力，整个蓬勃的这1、2年发展起来，咱这个社会是透过这小孩，这政府
这妈安尼吼，就特殊的啦。这个 cos 是，因为他不愿意讲他本名。有啦，有知道本名，但是查无啦。这个人就处于我去网络查无这个人。哦，一个建筑师啦。啊，若毋知咧想啥，啊，就去新竹咧一条山买一条山头，真正买一条山头。啊，但是建筑师吼，来起一间厝。迄间厝吼，敢若电影，你知道？就电影迄个迄个什么样品，我看到云图，往咧山顶起一个迄个厝。啊，边仔的树仔拢买起来，伊讲伊要做，吼，台湾，吼，这个叫做森林保育。迄个要关注，伊讲我无当我往前去，啊，我囝孙嘛是较无条。啊，足趣味的啦，我嘛接触甲淡嘛差不多2年。而且拄则咧讲阿里浜生态农场，迄足大，迄10公顷。我嘛其实战战兢兢，真正接落来的时阵，哦，迄规个园区吼，要安怎小可照顾甲整理吼，拢足上重。但是我是认为讲吼，咱咧社会进步，慢慢就一定讲爱安怎做，会使互足侪人来参与做义工、做志工，哦，也是讲退耕还林嘛。哦，既然伊是一个树林路，就把它恢复成一个树林、一个森林主人的模样。嘛，毋免讲伊是讲啊，即卖就草皮了，一半是拢草皮。啊，某人要甲因妈妈遗产要管出来，哦，伊希望这遗产可能是50万、100万，毋是管互你，是讲要去买一片树林落来，哦，啊做一个纪念，哦，啊甲保护起来，传家，哦，但是毋是变资产去继承，变一个公益性的纪念。因为你100万卖掉，还是100万存进去户头了，已经100万几个数字了，早晚开掉去嘛，或者你也没有什么纪念价值。等于你100万买2分地、5分地树林，你做一个纪念的时阵，迄久久长长，啊，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这个环境有贡献。即马有即款想法的人，愈来愈多。哦，啊，当然咱袂去，吼，要求啊，是讲去甲要求，啊，你全部管出，对，咱也是邪教的。管3%、5%、10%，人力所及嘛。对，咱莫讲全部捐一定的比例3、5%，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啊，咱这个活在这世间，家亲因拢来自这个自然界，对，几乎啦，除了矿啊，用铁挖出来，啊，咱棉丝嘛是棉花，石油提炼的物件嘛是以前的生物啦，对，莫食鱼食肉，拢别人的生命。咱有一个方式，吼，渐渐啊去回馈，哦，所以，哦，咱的想法来讲，把这个观念吼，把它传递出去。这个无合理，可能2、3平，迄无合理的遗产税是什么时阵的？不，后壁，啊，这个，这讲起来吼，以后的我知无合理的可能遗产税是什么？是，这吼法律的，哦，因为咱拄则有讲着吼，讲咱这个信托吼，公益信托有一个信托法，这是一个法律的。啊，信托法吼，甲税金吼有一个无处理好的所在。
我举一个，咱民间团体，比如讲基金会是按照这个财团法，财团法的法内底有规定嘛，咱基金会的运作基于咱的宗旨理念，运作的时候收入，甲支出有它的这个税负优惠的条款。咱寄付这个基金会的时阵叫做捐款，捐款咱有捐款收据，咱会使去抵扣咱个人的综合所得。对。这是咱大部分人有印象。学会像阮共款，咱是人团法、人民团体法，共款有类似，但是因为伊两条无共款的法，台湾咧古早无咱讲古早，只是30-40年前，咱咧这戒严的年代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这造成咱台湾一寡历史造成的问题，讲起落落头。简单讲是咱基金会咧参与基金会数量比学会搁较侪。我主讲是讲，我2000年要去登记一个保育环保团体，去敲电话来甲我问，你想哪有爱参加人的？基金会是你摕一笔钱捡落去，把奖学金上侪嘛。助学助品基金会它不是人民团体，它叫财团法，其实也算广义的人民团体，卖广为，而且讲以协会是人的组合为主啦。咧过去台湾历史内底，人民团体咱讲这法规发展一直到2000年、2005年左右，咱嘛会使讲是一个社会进步甲政治的情势的转变，才开始去发展起来。因为反倒转来要足500万、1000万、2000万去设一个基金会的难度，可能不如咱30个少少的同好会去登记一个学会啦。所以足侪法律第一点伊的免税甲优惠比如讲遗产税，对基金会有免税的条款。虽咧讲，迄当阵是甲写财团法，咱叫社团法，无叫写入去。所以遗产伊管基金会会使免税，管阮袂使叫赠与。嘛毋是讲袂使管啦，就叫赠与啦。就叫趴手去扣。咱拄则讲着信托，搁较头壳痛。信托足趣味的啦，我接这自然股对，伊是一个公益公益信托我是一个公益社团法人对。你捐钱予我会使开捐款收据互你；你捐土地予我嘛会使开对等的这个捐款收据，叫捐物嘛，那一样有等值，可以去开捐款收据。但是你捐予我环境资讯协会受托的这个公益信托因为直接管理。会使，但是政府不会给我们任何的税务优惠，因为无写去，刚刚写着啥？写着讲信托业者，咱种讲信托法，够定一个信托业者法，你无办法。信托业，比如讲中国信托，这个信托业。你若讲这个自然股是这个信托业担任受托者，比如咧伊咧管理，变成安怎呢？变你捐予中国信托管理的自然股可以减税，税务优惠，有趣味无？较早阮咧看这条的时阵是足正向咧看，讲商业的公司要来做公益的事业咱讲这个拍拍手要支持免税应该是公益的行为嘛，对。只是讲无去算着讲增效的因为咱本来想讲咱是公益团体，已经有人团法、财团法人法的免税条款，所以咱想讲因免税很好
结果政府说讲，这个免税条款是设计给信托业者。恁基金会、恁协会不是信托业，不能比照办，所以要课税，按照很多。为了这个代志，阮呢一直游说这个立法委员7、8天。足头壳听的是讲这个台湾咱拢定咧笑讲万万岁。你把这个财政部要甲这个赋税署、国税局伊甲伊参详讲，你莫甲阮课税伊甲这个莫甲阮课税不论好歹，伊就先不参与。对伊来讲，不课税就表示我没收到钱，开玩笑，税基流失，因反而要死。大家想看嘛，他不课税，税基会不会流失？觉得会的举手，觉得不会的举手，应该会。不举手是听不懂问题，还是还反应不过来？我跟人讲嘛，你可以钱捐给环境治愈协会，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开捐款收据给你？那你是不是就免税节税了？那你捐给我的公益信托，如果也可以比照办，也不过就是一样的。听有这个笑话话你直接捐我，我会使收，我会使开捐款收据给你，就已经节税免税了。结果我去保护这个自然湖，去保护这个土地，你要捐给我这个土地保护的计划，这个公益信托，说电都袂使节税，那不是非常离谱，哪有税基流失？你直接捐我，我就咧收啊，佮捐到遐就同款。颠倒你直接捐入去这个公益信托，这真正咱咧讲的叫做公款的专款专用。对，你直接入去户头啊，我敢会使恁当袂使，我可能是按照契约契约去处理。你捐我啊，当然阮是足认真照常咧处理。但是依法来讲，我按照我的宗旨任务，我会使自由依照宗旨任务去使用这笔钱。只是讲有对不起你，就是依法律来讲，所以阮其实是足了解，因为阮希望啥物，就拄则我讲的嘛，我若往前去，这制度，这是制度化，这是法律，这是契约，任何人都要遵守。毋是咱自律，咱较赶的对，咱出来嘛熟悉着。即个因弟弟熟悉我，迄个谁熟悉我，咱袂使做歹代志，爱自律无臭名远播，毋是安尼啦，咱爱行制度啦。对，咱家己的想法是讲，台湾爱进步，爱行到这个制度化、法治化，不是靠个人热情的保护。咱希望咧个人的热情，加上这个法治化，顾得者，咱重点是无讲实在话，就讲咱拄仔看到日本，我有钱就买嘛，票钱集资就买。当然，迄嘛 OK 啦，但是莫误会，只是讲阮想较济，咱希望讲会使较几人。大概是安尼，说明。时间阁有差不多10分钟，大家有啥问题？咱继续。我想问，第一个就是讲，因为信托这个部分是敢是讲，就是无得应救了，因为你拄仔讲到因公的部分，就是讲伊无法度紧，变成一条一条慢慢下来，慢慢死。咱遮来讲是，敢是讲因为你若成为即个信托，
材料研究拢有存在，因为未来他们讲，就到拄则讲迄个问题，未来是千变万化。20年前、30年前，你哪会知影讲天顶的一个什物臭氧来破空，啊，佫会地书恢复人啥无无？这拢是咱较早我就想着嘛。就当现主是你叫你讲，我问你20年、30年后有啥物变化，毋知影嘛。啊，所以敢是讲，因为你若调付信托着确定，我就讲研究存在，是讲要面对未来迄种前辈嘛。啊，过来就是讲，即马有即个 case 找恁讲嘛吼。啊，遐个找恁讲的迄个，因为环境其实环境是足虚拟的，啊，毋过较具体是土地嘛。啊，找恁讲的遐因遐个 case 啊，迄个上诉的面积是偌大？啊，即个状况敢有可能讲是恁是会安怎去用啊？好比讲的哦，迄个阿三啊，因来到即个地差不多，像即个地根本无像我，按过恁有可能改造安怎规划，也是安怎？因为各地拄则讲，中心点就是要保护环境。至于讲环境的议题甲因素太侪啊，什物花楼、什物树啊、什物啥啥啥，逐种状况拢有。啊，所以以上即两个部分就是麻烦，谢谢。第一点吼，咱先来讲啦吼，所有的问题有足侪种解法，每一种解法拢有伊的优点甲不足的所在。吼，咱千万毋通去想讲一个叫做100分合理的做法。吼，这不只是咱对政府啦，对民间团体，对咱家己对人，这我认为讲，爱是各家的选择。哦，所以咱咧讲保育本来就足侪方式，所以毋才有遮尔侪环保团体。啊，咱经即条路，是咱认为讲，咱有一个毛会使较久长。哦，啊，你讲久长，即个毛100年谁毋知？英国100万年伊毋知。明年、今年的甲中国战争落，咱嘛毋知。哦，我就认为足大家听。我2年拍起来时，咱环保团体是要参战嘛。较正想无啦。啊，我安尼讲是讲，咱对未来有足侪变化，这毋是咱人力可以去预测。咱今年咱年初，相信大家过年前嘛，无去想讲靠要这个武汉肺炎。哦，以前算是坦白讲，我嘛无啥物感觉，我就讲啊，变变无奈安尼，咱嘛无在咧挂口罩咧，乌甲咧，哦，全国皆兵啊。咱必须承认，啊，咱知影的是讲，这个方法在有限的范围，可期待性有范围，哦，限制哦。你嘛使讲是一个保障，保障的是限制的。对，保障我敢若会使安尼使用。袂使去用乱用去，袂使去买去，这个限制。所以咱常常咧想的物件是一体两面。对，啊，所以咱讲啊，你管互伊嘛会使啊，你看政府嘛会使，咱拢莫讲管啦，你照伊使用会使，嘛会使啊。咱嘛听到足侪案例，对，咱朋友有参与，我嘛朋友讲，成立民营环保团体，不是要叫有机农业吗？啊，阮甲摆迄个田，无人要种啊，你要去做？干白，咱要为台北走到台中去甲种迄个田。我安尼讲的意思不是说酸他或开玩笑，我是讲土地使用吼，足侪想法，足多。比如讲，我就在去种。对嘛，咱这个故事听足多嘛，网络足多嘛，在你种啊，种3冬，忽然间，伊想到啥物其他的，还是要嫁娶啊，无钱要卖地。
还是要隔山拢去盖间公司。有咧外口买厝，佮买无啊，1000万不如开300万，等咧大家厂的顶头起一间厝。啊，你等咧遐咧有机农业、友善环境、正规半步，无签契约，有签契约佮租厝嘛会使结束了。这故事大家听太多啦。啊，咱嘛毋是讲因为这故事，所以其他安尼做法拢无好啦。因为咱保护环境有阵时，咱嘛慢慢在接受讲，它就是一个人有生老病死嘛，月有阴晴圆缺嘛。咱若活到半年，你敢若要5望永久，有当时讲起来是太自大了一点，咱必须承认。咱进前10多年前有一届机会是马来西亚来拜托，印尼来拜托。印尼的朋友来拜托，咱差一点出手去甲因买规片山去。毋通笑呢，1公顷3万块。你买无？买1公顷，大家拢顶头啊！台北市3万块，连买一个便所都买无。甲你讲3万块会使保护雨林，买1公顷，我敲10通电话，10个朋友拢讲好。啊，结果无成是一寡故事咱跳过去。啊，伊当初我嘛咧思考你个问题，我讲咱台湾人走甲人印尼去保护，安尼敢好？想足多。那么我想的，我的想法反倒倒来是，跟咱拄则咧讲，我也不期望甲买起做永久保。咱认为讲印尼嘛咧发展，咱嘛咧进步，咱若有这个机会参与，莫讲久，50年就好，50年含义嘛。对，迄当阵的社会，迄当阵印尼人的观念，我认为讲，因绝对有这个能力去聪明的使用这块地。对，所以第一点我是讲永久确实是咱的嘛，但是咱接受讲这太多变数，这第一点。啊，第二个问题我小可袂记。你是讲遮尔侪 case， 我土地大细地。大细地我先讲，因为这拢还在，我们还在摸索，先承认。我刚才会使甲你讲，即马阮初步我家己的想法，同时初步的共识，现况保存。安尼讲较直接。现况保存的意思是讲伊即摆一粒山，咱就一粒山，一片田咱就尽量好一片田。譬如讲伊有困难的，咱莫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咱若讲这地主有其他的5望，因为像讲阮定拄着讲田就要找阮做有机农业，讲安尼恁会趁钱。好甲恁那么来谈，无好谈。环境教育园区嘛，无好谈。但是咱会讨论，咧双方合意，所以咱是讲咱英国的契约较签10单，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讲，这爱有耐心。咱嘛毋是啥物土地拢有材料去收，毋讲原收。所以这过程，我们讲这观念制度出来，案例愈来愈多。大家会使思考，我会出啥，我要委托什么款的单位，毋免讲是咱环保团体，是咱环境咨询协会，会使安怎甲保护起来，纪念、保存，留互咱的子孙，留互野生动物有一个休困、生活、生存的所在。无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在这个概要上的原则跟你分享，因为时间赶太少。